台南有民代亚康讲，中西区的水仙宫市场内底，哪像是有人咧非法卖中国药啊？卫生局去稽查却查无物件，业者强调这药啊是伊家己要用的，毋过卫生局已经送检，查清楚成分了后，再看要安怎处理。红色的布条顶面写“陆姓帮事原因进入报道”，佮提供通讯软体的考察。有传统市场的贩仔涉嫌非法买卖中国药品。 民意代表详细搜证了，通报卫生局去稽查。卫福部没有许可啊？这个没有那个贩卖啊，这个自己留着用的啊。啊，你之前不是有卖那个酸痛药膏？没有，没有卖中药膏。这个是刚刚才把它拿回来，我自己要用的。对啊，这里要卖的就是保养品啊，外面一堆，大陆卖大陆的东西一堆，外面很多，不是只有我在卖而已。 贩仔否认在买卖医药用品，不过民意代表提出进前伫即个档所买的药品顶面全部拢是简体字，敢若标示品名甲使用的方式，无写使用目的甲用途等，甚至阁有单位有传单在推销养生课程，因阁分享健康在趁钱，哪像是直销在卖药啊？ 经检视该产品仅有品名及使用方式，未有标示使用目的及用途。卫生局已送卫生福利部做产品属性的厘清，如为药品将依违反药事法移送台南市调查处侦办。摊商自用的话，那我们的助理会买得到吗？那他还有宣传的传单是用来拉下线的，说副业比本业更好赚。那林林总总加起来，我们合理的怀疑，其实他还是在贩售啦。 卫生局讲，药品毋是一般商品，若无药商也是药局的资格是袂使买卖的。若是违法相关，会当罚200万。针对传统市场、夜市啊这块所在，会无定期来稽查。另外嘛，提醒民众毋通买来路不明的药品，也是相信变远，较袂影响到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